我叫黃家豪，咁樣亦都可以叫我做松花博士。咁啊，我其實有一個筆名咧，用咗好長時間嘅，就叫做松花戒指啦。咁啊，曾經喺香港嘅報紙咧，就以呢個名嚟寫專欄，寫咗10幾年㗎啦。目前嚟講，仍然喺一份報紙上面會有固定嘅專欄啦。咁樣同時喺一啲其他嘅雜誌啊，或者係網上嘅媒體入邊咧，間中會發表一啲文章嘅。咁我自己嚟講咧，去參與到或者深入了解考古學咧，亦都係一個近年嘅事嚟嘅啫。咁樣就源於咧，就係話我自己小時候咧，其實就對於一個考古或者歷史咧係非常之喜好嘅。咁啊，但係礙於咧就當年嚟講咧，80年代啊，冇咁嘅條件讀呢個書啦，亦都礙於生活嘅壓力咧，所以咧就讀嘅係工科，係工程。咁樣之後亦都從事咗好長一段時間咧，都係同工程相關或者叫重工業相關嘅業務嘅。咁就喺97年啦，就舉家搬遷咗去上海啦。咁喺上海咧就生活咗20幾年㗎啦。咁啊，亦都係近呢幾年先翻嚟香港嘅啫。咁咧就喺上海嘅時間咧，就係一路有都係從事翻同工業相關嘅，或者就有自己創業咁樣啦。一個機緣巧合，從喜愛嗰個文物嗰個角度咧，就入咗去復旦大學讀咗個考古學博士。咁啊，花咗大概6年時間啦，頭尾有成7年幾嘅時間。咁咧做續續咧，從一個一般嘅愛好者成為咗一個稱之為叫公眾考古學家。咁啊，咩叫公眾考古學家咧？我係一般嘅理解啦，考古係一門比較深奧或者比較難以理解嘅一個學問嚟嘅，牽涉好多專有名詞，所講嘅內容咧，一般人都唔能夠理解。只要通過一啲簡單嘅語言，比較科普化嘅表述，亦都可以令一啲非專業嘅觀眾啦，包括甚至係中小學生咧，能夠了解到就係考古入邊嘅精髓。因為呢個考古咧，去補充翻我哋人類歷史嘅前期歷史嘅不足，尤其是我哋講嘅史前文明係未有文字之前嘅歷史啦，我係需要通過考古去補翻呢方面嘅史料嘅。對於中國嚟講，尤其是重要啦，因為中國嘅信史我係只有3000年，就算將夏商周計算，我可能真係講4000年啦。再之前嘅歷史，我係只可以就係三皇五帝嘅神話傳說，咁樣去到5000年，咁樣三皇五帝係點樣去確定呢個裏邊發生嘅事呢？其實而家近呢10幾20年嚟嘅大量嘅考古發掘咧，其實已經為我哋揭示咗呢方面嘅一啲真相啦。咁樣再之前6000年、7000年之前，再甚至幾萬年之前嗰個人類歷史係點樣嘅咧？其實只可以通過考古去發現，而考古發現出嚟嘅所謂嘅證據咧，其實非常之客觀嘅，因為我哋要揾到遺物，揾到一啲遺址，呢啲遺址咧經科學嘅鑑定咧，證實係真實有效嘅，我哋先至會將佢列為一個叫考古證據。所以咧，佢係屬於一個冇辦法人為係冇辦法去篡改嘅一個好科學、好客觀嘅證據。咁亦都呢一樣亦都係作為對我嚟講咧，就係非常之着迷嘅一點，即係通過好似歷史嘅偵探咁樣去將一個考古比較神秘嘅面紗揭開，現翻佢一個真實嘅面目。我係想將呢個過程咧，用一個最普通嘅語言咧，讓大家去了解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叫做公眾考古希望達到嘅社會嘅意義啦。咁我哋呢個拍攝計劃咧，就叫做松花博士講考古啦。咁我就會分幾個系列嘅，從香港出發就走向大灣區，然後再向覆蓋全國，最終咧走向全世界。咁喺香港嚟講咧，都有200幾個嘅考古遺址啦，亦都有100幾個嘅法定古蹟，500幾個嘅非遺。咁其實咧，佢嗰個喺文化遺產嘅內容方面咧，無論係物質嘅、非物質嘅，都非常之豐富。好系統性去介紹呢方面咧，其實係唔多嘅。咁我覺得咧，我目前嚟講咧，對香港嘅呢方面嘅知識嘅了解咧，係足以去將佢咧用一個好普及嘅語言咧介紹俾大家。咁所以咧，我呢個第一個系列我叫香港考古，就將香港近呢3萬年裏邊所發生嘅考古故事啦、歷史故事啦，呈現俾大家。咁啊，通過去現場嘅遺址啦，通過一啲博物館裏邊嘅對文物嘅一個解讀啦，同埋通過一啲對歷史故事嘅分析啦，咁樣去將呢個還原翻呢個真實。咁咧，當香港呢部分咧，其實咧就唔係一個獨立嘅，因為佢同呢個整個嶺南地區咧有一個好深嘅互動，同中國整個中華文明亦都係一個其中一員嚟嘅。所以咧，當我哋香港嘅考古系列咧做
做介紹嘅差唔多嘅時候，我哋就要走向咧大灣區。咁啊，大灣區嘅範圍入邊咧有好多同我哋香港息息相關嘅內容，但係佢亦都有自己作為嶺南文化或者叫做南方文化相關嘅內容，佢更加豐富。咁樣就有幾千年、幾萬年以嚟嘅從南越嘅文化、漢啊到南北朝啊之間每個歷史時代咧都有好多好值得講嘅故事，亦都有好多嘅考古嘅發現啦、重要嘅文物啦、重要博物館。咁樣呢個咧就係我哋所謂同大灣區走向世界嘅系列啦。咁樣跟住咧走出咗呢個大灣區，走出咗廣東省咧，咁我哋喺全國範圍入邊咧，嗰個考古嘅資源、歷史古蹟嘅資源咧更加豐富。我有啲世界級嘅世界文化遺產啦，例如殷墟啦、北京嘅故宮啦、北京城啦、長城啦，仲有敦煌啊、三星堆啊、良渚文化，咁樣所有呢啲嘅內容咧，都係喺我哋嗰個叫中國考古系裏邊咧，就會呈現出嚟，就深入呢啲地方咧嘅位置入邊去做一個探索，將裏邊嘅博大精深嘅考古事實同埋一啲文明歷史嘅故事咧，去講解出嚟。尤其是如果通過廣東話嘅講述咧，中國其他地方嘅一啲文化古蹟啊，或者考古遺址，以廣東話去講述呢個做法咧，其實就更加少有啦。亦都可以講係呢個目前自媒體或者視頻平台上面咧極為少見嘅一個產品啦。咁樣所以咧，我係有一定嘅市場嗰個吸引性喺入邊嘅。咁啊，我哋雖然咧就喺我決定要用廣東話去做啲視頻嘅時候咧，其實有啲朋友係有反對意見，佢哋話可能廣東話去講咁樣，咪得翻香港700萬人去睇。咁樣其實佢哋忽略咗咧，整個大灣區有8000萬嘅係可以聽得懂廣東話嘅，或者以粵語作為主要方言嘅人口啦。咁啊，除咗8000萬之外咧，因為我哋每一個視頻咧都有配普通話字幕嘅所謂，咁啊，所以其實咧就全國其實14億人咧都可以睇得懂我哋嗰個視頻。香港走向大灣區，再向全中國進發之後咧，咁啊，其實咧我哋下一個目標咧就會面向世界啦、全球啦。咁啊，全球嘅考古遺址，全球嘅世界文化遺產，咁樣佢嗰個資源係更加豐富、更加多姿多彩。咁我哋有古印度嘅文明啦、古埃及嘅文明、古希臘羅馬喺美洲嘅瑪雅文明，咁呢啲文明咧全部都非常之博大精深而神秘啦。咁樣對於大部分嘅以聽講粵語為主嘅人民嚟講咧，其實佢哋對呢方面嘅了解真係好少嘅。亦都雖然喺好多嘅視頻上面，可能都有啲人去會講一部分呢啲內容，但係其實咧錯誤性都好大，或者專業性就唔強。所以而家喺呢方面嚟講咧，亦都係我哋係可以去攝納攝足，同埋而係可以做出咧嗰個非常之優質嘅視頻，一個好大潛力嘅一個市場嚟嘅。咁啊，除咗呢個係講考古文化啦、文化遺產啦、考古遺址啦、歷史古建之外嘅，咁我哋亦都有其他系列。咁啊，其他系列咧就係包括就係所謂嘅我哋叫做博物館巡禮，咁就係探訪唔同類型嘅博物館，從大型嘅國家級博物館到一啲小型嘅專題博物館，有特殊嘅行業博物館咧。咁樣每一個博物館佢有特色咧，或者佢有一個特別嘅展覽咧，都值得我哋去深入去對裏邊嘅展出嘅文物、展出嘅內容咧，做一個深入嘅探討或者去解説嘅。